明崇祯17年3月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，明王朝宣告结束。43天后，北京旋为入关的清军攻陷。同年5月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，改号弘光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南明时期。腐朽的南明朝廷不理朝政，沉溺声色，致使国势颓败，名声凋敝。在此危亡之际，江南的文人们议论国政，抨击时弊，以图挽救社稷，抗击清军。他们影响了一些不甘沉沦的秦淮歌女，这就引出了一段关于明末大儒钱谦益与秦淮歌女柳如是的历史传奇。好久不见了，好嘞。喂，好，这次今天出现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这家店铺啊，味道不大，我们按照这边去。我请客。好，这。今天的人，今天来的人不少了啊。老板，啊，走。啊，请了。请问柳如是他是在哪里？柳如是不知道，柳如是常日瓦房，来去无踪啊。他是中山王喜大之后当朝的喜大公子，随人观察。哼，江山就瓦在这帮人的手里。柳如是生意双全，为金陵不言之隐。心话无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！唉，这是去年得罪了喜公子，已经应节多时喽。哦，嗨，慢。今日青蛙歌剧在播一旋又一曲位，你不妨可去推门啊！多谢先生，谢谢。事情兵荒马乱，姐妹们相聚一回不容易，唯独就缺了个罗氏姐姐。是啊，我很快就要离开金陵，真想和罗氏姐姐再相聚一聚。哎，这个柳如是离开金华1年多了，连信也没有一封。哎，真是个没情没义的东西。听说罗氏去了江北，不知是真
家啊，来了！姑娘们，大家趁热来尝尝我店里的名菜金陵烧鸭啊！来，大家才高兴起来啊！来，我先来，好吗？哎，小公子、少公子，你们不要走在不动，来呀！好了，你看，好了，莫大可是。没有办法。哎，小公子、少公子，最近媚娘有了些新曲，你们要听吗？哎，我哪有心思听曲啊？哎，小公子，你不要听，我要听。媚娘，唱吧。声声不息江南好，声声在江南老，千里冰地落英红，放醉江湖今宵要今宵红绡帐里度春宵，真是醉生梦死啊！清兵十官提起首相千里狼烟，反命夺台，不久就要挥师直下，饮马上将。今晨令我欢聚一堂，不知明日或是生锈一撮啊！公子，哎，你这个傻公子，灌了一肚子黄汤，谁杀起周风来了？当当切出门之后，只知道哭天没来。你看看个能娘。区一风尘女子，上至头军重重，保佑国家。能娘，今天是送你上扬州，亮亮你的节日，让这些书呆子们开开眼。此次献丑了。太极，好，来，好，请。妈，你是王大爷，我是人生无聊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快上楼，他们盼你都盼见了。这好消息！哎，姑娘们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陆姐姐来了，你这个鬼丫头，这么一打扮，走在街上，我们都认不得你了。是吗？
妹们都好吗？我们还是老样子。姐姐，这一年你都到哪里去了？露日姐姐，把我们都想死了。雷娘妹妹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呀。这几天我做梦都梦到了你，是吗？我这一去，不知我们何日才能相逢啊！姐姐，雷娘妹妹，你去从军是我们姐妹的一件大喜事。姐姐，我祝你马到成功，为国争勇。红心，哎，这是一些珠宝首饰，有着数千斤，作为军饷，老妹妹在四国部收下。这，我得向前锋将士谢谢两妹妹。现在来娘代表我们众姐妹与亲兵作作，谁是商女不知亡国恨，来娘就是个女中英啊！是啊，妹妹来。哎，壮士，你找谁呀？刘如是。啊，请问诸位，刘如是在否？你是何人？找他何事？在下沈客爷有要事找他。他不在。壮士请留步，请把剑进我看看。子路，子路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是，你就是刘如是，叫我好找啊！壮士。少爷，刘如子的船已到博邑县了。哦，怎呢？神已离船而去。好，有船必有神，吩咐下去，请我誓死打团。是。喜清君为何要捉拿刘小姐呢？哦，去年到了媳妇唱档位，喜清君有因费力。罗氏姐姐性情刚烈，砸了他的祖传之宝龙凤玉瓶，故而到此砸他。不要是那喜清君了，扫了大家的心。来来来，哦，好好好。沈先生，请你说说郑芝龙的事吧。他一去5年，音信皆无啊。边关失守，将外吃尽，莫非他欲投四国部了？姐姐，我这回到了扬州，非要狠狠地骂他。他有仗子，待为吃心计，
莫非他有悔婚之意？哦，不，他就无悔婚之意。真是个闷葫芦，三棍子打不出口闷屁，你夸谁呀？他一定深陷领悟，若是只愿等他一辈子。刘小姐，子龙大哥已经为国捐躯了。刘小姐，子龙大哥嘱咐，请你保重贵体，切莫为他哭声，明早注意郎君。刘小姐，这是子龙大哥接藏着1000亿的亲笔信，请务必交接他。他是东陵魁神，让他出山是众人所盼啊！此事江山有望，所见有望，黎民百姓也好免遭毒炭啊！子龙。
来，我们走吧。有姐姐，我看罗氏姐这几年四处颠簸，这次又伤心过人，看来身体需在你吃降养才是。是啊，不过你也知道，罗氏性格倔强，子龙的事他是一刻也放心家，我看他现在也对不上的。唉，罗氏真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！哎，红杏，罗氏最刚才啥？不要吵醒了他。是。我们快走吧。小姐，快起来吃药吧。那，小姐，你找什么？子龙就是有那人的心呐。啊，你等一下。昨天你半夜起来困醒后，我也帮你收好了。老人家，请收下。公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家老爷是退隐以来从不会看。我家小姐，我家少爷为了国家大事找贤大人，耽误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那老爷更不会见了，他结义官长多年了，两位请回去吧。你知道柳露寺吗？斗嘴。柳露寺？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贤大人了。公子，这里有花名册，请在上面留个名吧。回来了。贤忠，有党包吗？没有。有信件吗？也没有。老爷，实在有位少年来拜访，将我挡了回去。他也不具名，只提了一首诗。老爷，你看。西陵月照自兰丛，杨柳丝度带好风。一日红泥更惆怅，分明坐向瓦绿中。
流入寺。小姐，老公过来问是否开船，告诉他老人家，船今天就停在这里，不走了。哎呀，小姐，我们见不到谢大人，何必一留在此地？我等他3天。哎。快！小姐，简庄果然有人过来了，真的吗？是简先生来了，是啊。何东君，在下刘如子，过问先生，莫不是常住简气意？真是老朽，不知何东君大驾光临，得来楼进请坐。奇怪，先生乃一代宗师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我简先生双上双下，客套什么呀？先生，请上船吧。请。先生小姐，请用茶。请。好。何东君风流儒家，名不虚传。先生的斯文气正在摆动，得以飞起。不在之中，有无眼目，不是一块。是他。是龙君马个故事，潇洒洒，名瑞青丝，死得其所。莫再有子龙君教你生儿，对他资质深度寄望也高。大明要忠心，非用他不可，谁知他阴眼照耀。自龙生前，这推中时刻保护简先生。他在临死前还托言要先生出山，救国救民。哦，一书心照关，只见子龙
是转宝，一日一行催真神。正美仕途多险中，神将豪情富斯文，天下大事由他去。落得过田园诗句中一情。先生，子龙君一片出人，莫在不惜一命，也当报效国家。这是水将水没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简先生，何同君，容我再思。红杏，这宝剑原是先生的祖宗之宝，3年前曾与子龙携带送君，如今子龙死了，自己一个宝贵女子。子龙一死，你就留作纪念吧。我是一个傻子女子，有计无忧。这何东君，何东君，此去何处？飘飘何所日？天地一杀何东君，何东君，小姐呀，好疼！何东君，你不能走了，在我山庄调养身体要紧啊！快来。红星，红星，红星！啊，是简先生。
嘘，来，哎，红心，小姐好一些了吗？吃了先生送来的呀，好多了。这就好了。我叫贤忠，有这小姐取名一处，陪了几天呀。多谢先生，我这就去拿。哦。风萧萧兮，一岁我，从此一去先生，你是要挖我吗？先生，你的用心，我都明白。难得你一腔傲尽身须美，怎知我饱经用作造坏心。想当初少年得志不识途，三色扬名在怀里，我也曾东陵当内陈贵婿，我也曾鞠躬尽瘁为吏。我地方中言杜儿云，复断早起别塞林，怪言当前风雨生，时牵我心，看今朝人绝铺败江山情，不将他死冷关困，江暖小绕至天外，雨过雨淋几人，一人落年怪不分，哎哎哎哎。
吴东君身为女子，尚有四次情怀，莫在我还有何事可骗？这是目前朝廷动向不明，首府马士英又是一手遮天。唉，总有建功之意，空无报国之门啊！近来民谣四起，实是大明要信，无惧死苦法，文具羡慕哉。呼声实见高涨，先生东山再起，想必指日可待。东山再起，有生，贵请先生出山。哦，起来起来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先生不得应，有生长快不起。哦，你快起来吧，出山一事用老夫遵照。你得意了。真是个孩子啊！先生，你爱听什么曲子？弹你爱弹的，唱你爱唱的。美马英勇芳草地，好无谁许相东望青秋灯明，共进四季这是你的诗，你的曲。不知洪东君一曲，何时才能重逢？大千世界无阻无拦，何时想来，何时便来。半夜堂的大门一直向你敞开着，何时全了、累了、病了，你就回来吧。是。孤身一人，凡是时机郑重，有事无事，少奉行来。先生，出山一事，此事我绝不实行，才合适时机，老夫是当有所作为。先生，有甚高事？等等，这是子龙君的遗文，还是归你保证。出塞山府，放心别处，茫茫中华，是有挂剑之臣。
你就放心去吧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抢人家姑娘，徐大少爷，你跟我有报应的。估计也是神，你这渣人，经过猜来有没有王八？经过猜来，你打你啊！他把李如是放开。许清君，你玩我姊妹，我跟你没有玩。啊，兔娘啊，我许清君平常请都请不到，今日送货上门，好嘛？答应我有的是胃口，来。你什么？你们这两李如是还要跑路，天命有在。快！谢老先生来了，谢老先生。啊，果真是谢老先生，徐大公子，负重奢华。好，请。好，听说大公子出价5000两，到此收购此娃，是吗？是啊。先生开个价吧，换成贵钱不完，8000、9000、12000银子，是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货买实价，大公子既然喜欢，且问我分文不收。先生开玩笑吧？贤忠，把娃交给公子。是。陈龙谢老先生看得起我，手至于用得上我许清君的地方，只要一声吩咐，在所不辞。不用客气，说啊！实不相瞒，谢老先生乃当代名士，文坛宗师，今日出征下方，慷慨神话，清君我怎会有点想不通呢？听说府上有一主人之宝龙凤玉瓶，价值也是5000两，公子可否让贤某顾言呐？不要提了。1年前，家母做大寿，请了姓外姑姐刘如是来家里唱堂位，他。小龙娘子啊，来，你的脸长得真美啊！到哪里去等呢？啊，放开，请往正中心。哎呀，不要这么正经嘛！啊，来，小娘子，不要！哎呀，我的宝贝啊！来人呐，救水！哎呦，我的龙凤保命啊！贤忠，
大公子5000两银票，请估摸。这是何意？放了刘如是和沈兔娘，算是你我之间的一笔交易。钱老先生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实话实说，我徐某平生就爱顽固，我的你一个烟花女子，犯得上是吃破财吗？又不是聘亲娶老婆，何必呢？你无故强臣，你讲的人气该当何罪？神气？谁是神气？刘如是，一个心外女子。显老先生，玩笑开大了吧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要明媒正娶她。你这方明白些，我也就不予追究了。哼，我倒要当面领教领教。行啊，去。走。太不像话了。请。开门。刘如是，快出来，见见你这位老相公。出来。如是，兔娘。金先生。如是，你受苦了。先生。老啊，宝啊，这个谢老先生怎么一下子斯文起来了？下流派！哎呀，你就是太省心，害得我一把年纪到处寻找。其实又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我不是答应了你要明媒正娶的吗？你也太心急了嘛！好了，乖乖的跟我回去吧。你是我的人儿，隋婉官再欺负你啊，你懂吗？你哭什么呀？啊！我哭我出身低贱，才到处受人欺负，哭我命苦，眼眶与你是要人情了，却又受了一番折磨。莫过若是我固然不该忍心，可是爸爸的受人欺负，莫过你要为我做主，你要为我做主。啊，都怪我徐某耳目闭塞，冒犯了显老先生。啊，若是小姐，请抬抬手，你我一笔旧账，颜色了了。来人呐，送客。若是我们回家去吧。啊！我们走吧。哈哈，请，留步。出戏走吧，走。
刚才所谓实在太有了，非是此不能解救阁下，望河东君多多高怀。先生不惜面前为我一风尘女子担当名利，如是真不知该怎样才能为先生洗刷干净灵眼。这是从何说起？我在何等神表官配阁下，河东君不言弃我一把年纪，长来长往，我再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难道还能再奢望什么？先生，我不是下去。阁下以为我想说什么？先生想做什？就做什吧。河东君，心中快轿子跟上。好。妈妈无言，妈妈言，妈妈之间是专情，我到此中难相拥，老爷，先冲，你留下哦，带路。是，快！贤老先生乃朝中元老，中方属贵，这次身亡之际，盼望先生捐弃贤言，抚亲之国。是因在数月前卷冲首府，当然不是材料。受少中药物，还要请教先生听他。待等时机成熟，是应当算退隐两间了。如是，你看。
可惜草地不是言语，前千年一代永在，却被埋没身上。子龙，你的遗愿这样实现，9年之前，你可明我了。他兄妹天下自比肩，万事故自人自痛的好心人。世事我生来不知谁家女，7岁方知山无人，9岁妹妹把亲人，从此一路在风尘。10数年漂泊于是流血，多少位梦。